来看伫苗栗的消息，苗栗监理站的人员伫苗栗高铁站呢，客闸白牌车违规营业情形，当场呢抓了一台呢，这个轿车的驾驶伫载人客，佫共收车钱400块，当场甲罚10万块，佫吊扣这个驾照加汽车的牌照。客闸人员伫登记资料的时，这个违规姓姚这个轿车的驾驶向阳讲，前警察署长要求姚是伊的亲阿。亲戚讲，伊强调讲会配合客闸，佫讲无什么恶意，和这个客闸人员真正莫名其妙。监理站的人员把这个姓姚的轿车驾驶抓落来，以无营业执照所违规再生起。登记资料时，对方所形容讲出这个话。行政署署长姚高桥是我亲属公，他已经下任没多久，是没有错。这句话到底是什么用意？轿车驾驶赶紧补充说明。没有恶意啊，没有，因为监理机关联合稽程序。配合，没关系。这是苗栗高铁站，因为民众检举常常有白牌车伫咧遮载人客趁钱。朝下晡高日节连假开始进行，监理站的人开始联合客查，当场抓到一位违规载人客轿车驾驶。乘客坦承，确实从竹南到高铁站付车资400块钱，处分驾驶人，罚款新台币10万块钱。轿车驾驶趁400块的车钱，因为违规载人客，罚10万，驾照含汽车牌照卖红吊扣。这嘛是苗栗高铁站这半年以来第3摆抓到违规营业。监理站强调，白牌车无投保乘客意外险，若是发生事故，可能找无人赔偿。民众若是要坐车，应该找有合法登记的客运车来确保自身的权益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